先将咱的手机关机，免卖互咱的手机影响家己也影响别人。请咱来安静1分钟。请走来。面着记得耶和华的路谱，摩西所命令恁的话讲，耶和华恁上帝已经互恁平安，也要将即个地赏赐伊。咱做伙来吟诗，圣诗63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力的背，从中一定挑战。我是
所知道，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以温柔来到人来受苦，定是个死来做都民妇。第三日对世人用苦话就义，他坐伫全能的白上帝华灵，伊要领领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幸福共同教会，圣道相逢，最下面用体过患，永远传命。阿门。请坐。即摆咱来看启应文第6篇，也是诗篇23篇，咱做伙来听。要欢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清水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咱三角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人类的上帝，感谢你，毋但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女。又搁伫地面上设立教会，互阮会当伫基督内互相成做肢体，成做一个人。毋但安尼，你又搁为阮设立礼拜来亲近你，互阮通过礼拜唤起阮的良心，又搁意爱来听上帝的真理，并学习搁较亲像你。互主欢喜。现在阮自即伫遮，阮恳求你清起阮的心肝，互阮无受到手机其他代志的影响，专注伫今仔日的敬拜。互阮毋是一个敢若有外表做礼拜的形式，却无内心诚实。阮知即款的敬拜是你所无欢喜的。阮也恳求你圣神充满阮的会中，互阮的礼拜成做你所欢喜的祭。阮所祈祷无完全，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阮有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你的意志如天里。阮的水免互阮，下面阮的国。亲像阮的头前无阮的人，予你传彼此，又叫阮快乐天海，因为国、权力、荣耀，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对安尼，约书亚命令百姓的官长讲：，恁着变行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着备办食米，因为3日内恁要过即个约旦，入去得着耶和华恁上帝所要互恁得着的地。
约书亚宣布流便人、加得人、加马拿西半支来讲，恁着记得耶和华的路谱，摩西所命令恁的话讲，耶和华恁上帝已经予恁平安，也要将即个地赏赐恁，恁的某、恁的囡仔、恁的前生，拢着住伫约旦即边。摩西所予恁的地，独独恁中间一切大气力的勇士，拢着带运气，伫恁兄弟的头前过去，帮助因到耶和华予恁的兄弟得到平安，亲像恁一样。到因也得到耶和华恁上帝所赏赐因的地，迄时恁才通倒去恁所得到的地，承接伊来做业。就是耶和华的路谱，摩西伫约旦即边日出的所在所予恁的。因应约书亚讲，见你所命令阮的，阮要行；你所找阮的，阮拢要去。阮前伫一切的事，怎样听叹摩西，当也要安尼听叹你。独独愿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记得，亲像以前甲摩西记得一样。18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毋听你的话，照你一切所命令的，就要予伊死。独独你着勇敢壮胆。咱请信歌队定诗歌带咱做伙来敬拜。
将做我以上，感谢圣乐队用时间带咱做去敬拜。下面是稳当牧师讲道的时间，伊今仔日要甲咱典礼的题目是怎样正做一些人生，咱请牧师。你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当互咱伫落雨天，三甲主日伫上帝殿边，咱好惊遮的落雨啦吼，咱感谢上帝，会当互咱伫落雨要来的路日来思考上帝甲咱的关系，借着上帝行，互咱一边的主日。今仔日要用怎样正做得胜的人生，甲咱兄弟姊妹透过约书亚记1章的10到18节这段的经文内面，其实咱真好咧想象，要安怎正做得胜的人生，甲这段经文有啥物款的关系？总是牧师爱咱思考，咱是会透过这段经文内面，要做较深入的思考，咱的信仰要安怎样真正要过了得胜的人生，爱安怎样来准备，安怎样来备办。好，要开始之前，希望请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的一生中间，诚做帮助人的人。感谢恁个上帝，互阮得胜人生的过程中间，来承受最失败的经验。总是感谢主，你互阮对失败的中间，体会到要安怎样诚做得胜人生上重要的，也就是我去做。主，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阮的分享会当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年长，阮拢会当伫阮的年纪中间，成做一个得胜人生的确实，帮助阮继续头前头走，来引更你的名。感恩主福主的圣名，阿免。今仔兄弟姊妹，这个约书亚记第1章10到。其实，咱若要看这段的经文进前，要较咱会当先对约书亚记第1章开始，上帝命令约书亚征服迦南。第1节一直到第9节的这个经文内面，咱做阵预查就是咱的这个准备过来，咱的这个团队小组来备办查经的资料内面。团队小组拢开始咧查考约书亚记，有诶嘛得要查考了，牧师搁一遍算讲复习啦好来到拄啊开始，兄弟姊妹，咱若还袂参与伫小组团队内面，就较紧来加入即个小组团队内面，即查考圣经，而且互咱搁较清楚知影。所以，咱若看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内面，当上帝记载上帝的国民。摩西安怎过身了后，约书亚率领摩西来承担这个领导的责任。伊的心内恁会惊吓袂？会啊，当然会惊吓。看到咱前遮尔大的挑战，搁遮尔艰难，所以伊要承受的压力实在是真大，真大。所以伫这个时阵，上帝亲自约书亚现，伫遐甲带领以色列百姓人要过约旦河。
要进入甲上帝所应允即个以色列百姓留耳甲笔的所在，甲人做或者的产业要托付即个属灵托付约书亚。所以上帝应允约书亚，甲伊三甲伫地，上帝要甲约书亚三甲伫地。所以几摆免礼约书亚，3摆免礼约书亚，光强壮大，唔通轻轻。所以接下来咱今仔日看到的就是第1章第10节到18节，记载约书亚对上帝所托付的回应回应。约书亚真勇敢，顺服上帝呼召，伫遐来回应，伊下这个命令，以色列百姓官长，甲这个百姓兄姊妹，所以几工内面咧过约旦河，拄则圣经有记载几工，3工对3工，要过约旦河，要做有味即个得胜胜利的准备。所以亲爱的姊妹，这是一个过程。要成做一个得胜的人生，毋是安怎真急就得到，是安怎累积真侪无共款、无相款的这个经验。所以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信命，其实拢有真奇妙的计划，是毋是？咱来回想，当你咧回想上帝对阮兜，也是我个人本身有美好的计划。拄则即个有甲即个咱的兄弟姊妹夫妇伫遐咧讲，最近准备咧换新的工作，就即个家庭其实真优秀，有伫遮个找头路也好，工作也好，家庭的生活拢真优秀，教会的事奉伫遮个过程中间真好。我就看到真水的见证伫即个家庭的中间。虽然有时嘛会拄着大好人等的事，囡仔咧大汉的过程，吵闹冤家，夫妇的中间，这个过程，我就看到这个家庭，感谢主，因要有味，因准备要得到迄个得胜的人生的过程。所以这个上帝伫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有真奇妙的计划，我毋知影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会当去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上帝嘛应允咱要得到一个得胜的生活，领受丰富的信仰。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咱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其实真重要。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咱真重要嘛，伫家庭嘛是共款，非常的重要。真重要就是顺服权柄。顺服权柄。伫摩西死了后，约书亚心内面伫遐充满真侪的惊吓，因为安怎？因为约书亚对细汉看大汉，拢缀伫咧摩西的身躯边，伫迄个过程中间，伊嘛看到摩西水果好信仰的实际，甲上帝的关系，总是约书亚无得看，伊是安怎？是伫边仔看。边仔去体会，伊家己也会完全去体会，这就敢若亲像咱的囝儿中间的迄个信仰传承的过程共款。所以这是真奇妙的一件代志。摩西死了，约书亚心内面，圣经的记载是充满惊吓。所以上帝就用约书亚显现吩咐伊起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去遐继续征战，要去得到迄个约旦河。咱讲得地为业，伫迄个过程中间，所以第10到11节有讲到约书亚的反应，所以约书亚马上就吩咐百姓的官长、官长讲，恁爱走遍即个营中的内面，吩咐百姓讲，你着爱准备啥物？准备食物，因为3日内面恁要经过约旦河，入去。得到耶和华上帝所赏赐予恁，当讲得地为业之地。哇！约书亚面对上帝呼召的反应，无有亲像当时摩西对上帝呼召的反应。咱知影当时摩西对上帝呼召的反应是啥物？我袂使，我毋通啦，我袂晓啦，我嘛袂晓讲话，这是摩西的反应。甚至摩西的反应讲：你找别人啊，上帝啊，你找别人，会当安尼颠倒过，有得较办咯。你找别人，所以约书亚
伫遐伊无甲上帝亲像摩西安尼讨价还价，无伊二话不说，马上两米就下命令，官长，即个官长，爱因走骗即个营内面吩咐百姓爱安怎，你来准备食物啊，3天内面要过迄个约旦河啊，所以约书亚顺服上帝的权柄，约书亚直接顺服上帝的权柄，伊勇敢面对迄个挑战，伊得到迄个勇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过得胜人生，其实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先来学习安怎样顺服权柄。我记得我咧做教育牧师的时阵，我甲教会做教育牧师的时阵，即个主任牧师甲我年纪是差不多要30岁。时常伊会将真侪个无共款的观念，但是迄阵我感觉遐个观念蛮古板，不适合这个现代的这个青少年。特别是语言的部分。我虽讲真安尼爱想讲要伫咧遮个青少年的礼拜内面用较花俏，用较无共款。但是我祈祷了后，我吞忍落来，我学习一件代志。主任牧师讲啥物，我就来安尼照安尼做。每一篇册件要甲主任牧师要沟通的时阵，我就安静落来，我学习这件代志。顺服，所以安尼20年过啊，20几年过啊，遮个青少年当当时，遮青少年拢大汉，拢结婚，拢生囝。咱看咱有一位技师啦，真语璇技师因迄阵咧讲拢讲国语的但是咱来看伊是放甲教会训练出来这个青年。即摆算中年今仔到来，我来，一开始就学习迄个台语啦伫遐锻炼迄个台语，锻炼。台语讲了不哩会练转。那说书当时，当然这是一个环境时代的这个改变。说书当时我真坚持。一直用华语伫遐来甲因分享，因为因捌的遮个语言嘛，所以这是一个真挣扎的一件代志。因为真侪少年人伫迄个时阵，20几年前，其实就是拢讲华语啊，拢讲国语啊，伊无法度去体会了解着台语的文化的即个水。当然，这是一个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所以感谢上帝，帮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其实。就是有时譬如讲到咱团体内面有真侪的我整件真正的过程中间，因为有侪无共款的声音就走出来。咱是毋是愿意顺服？譬如讲中姊妹是毋是愿意来顺服小会是毋是有愿意经过真侪的沟通？我相信这就是咱来学习的，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所以有拄时咱会犹豫不决，有拄时咱毋敢头前来跑走，特别是宣教的过程中间。毋捌试过或者宣教的策略、方向、目标，咱会丢除咱会毋敢。教会以后，咱即个空间会当使用，也是讲现在安尼。这看法就无共款。说书有一天小会通经过即个开会讨论。中姊妹伫遐讲咱的椅仔要变成做一条椅仔，毋知有人会反对？有啦，一定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啥？这就是咱要安怎样来信任咱的主？约书亚做了一个真好伊的信用这个示范伫这个过程中间，因为约书亚伊学习这件事，伊
马上立刻的欢呼落去。所以有时吼，咱会惊一件代志，因为咱拢咧写历史嘛，咱伫教会内面，有真侪的记载，拢是记载伫开会内面遮个历史，咱真惊讲历史顶悬咧批判咱讲，迄个时阵做即款的决定是对也毋对，因为这是后来咱的子孙咧批判遮个咱的历史。教会历史，所以有拄时咱拢会讲照原来就好，照以前咱的传统安尼就好啊。所以咱无法度继续前来跑走，无法度勇敢后前，因为咱惊咱家己些事若做无好，若失败啊，若真侪人伫遐咧安尼怨叹啊，承担失败的责任，迄个压力真正大，所以。顺服官兵的好处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就是当咱顺服官兵的命令执行落去，即使若是失败啊，主要的责任自然就是迄发号施令的迄个官兵的人去承担。所以咱就照着上帝的吩咐来行，成败的责任上帝为咱来承担。学习顺服官兵会当帮助咱，成做一个得胜人生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真重要。所以，咱若看到约书亚顺服上帝的官兵，咱嘛看到官长这个这个官长官长因顺服约书亚的官兵，百姓顺服官长的官兵，这是一款连锁效应、连锁反应。咱讲环环相扣，就是若敢只有约书亚顺服上帝的官兵，官长无顺服，或者是百姓无顺服。安尼以色列百姓敢有法度遮尔顺利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成做因的产业。所以约书亚甲少数的官长是无法度带领即个兄弟姊妹进入迦南地。所以因对头到下骹的人，所有一直百姓拢安怎相款的行动，咱讲得地为业的迄款的应允，咱会当实现。所以咱伫遮嘛。顺服的法则的原则，官长为什么要顺服约书亚？因为约书亚顺服上帝。百姓为什么在领受？即使咱若有一个愿意顺服官兵的模样甲性命，安尼伫咧咱的官兵下面的兄弟姊妹的人，咱就会安尼咱一定会受到真多的遮个苦楚，迄个后果。所以咱想看卖。这个约书亚的命令，这个伊讲咧备办过31代，要互两姊妹，可能搁较济，要过约旦河，咱会当想象家己生活的经验就好。比如讲头家爱咱伫几来完成一个真困难的工作。也是讲，咱的父母一定爱咱规定的时间，功课爱做好。大部分的反应差不多是哎呀，放轻松一点，轻松的，唔免遐尔着急啦，遐尔赶要创啥？搁3天的时间，豆豆仔来啦。所以实际上，咱拢无介意维护迄款的压力，对不对？咱拒绝压力，就是拒绝成长，拒绝成功。咱知爱迪生伊就捌讲过，成功是100%的啥物天才加上99%的啥努力拍拼所以无介意压力，无愿意付出代价，但可能敢若只有1%的成功，部分的顺服，选择性的顺服，其实就是无顺服。所以，亲爱的姊妹，以色列百姓若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同时嘛爱顺服上帝的时间表。所以有拄时啊，上帝的时间表是爱咱吞忍、爱咱忍耐、爱咱听候一个比咱想象内面的更较久的时间。譬如讲，上帝因为亚伯拉罕的后会要成做大国，但是亚伯拉罕等偌济年，25年，上帝甲透过撒列，互伊应允的囝以撒出世。伫迄个进前，亚伯拉罕已经等10年，伊无等不及啊，等不及啊，所以就按照这个撒列的建议，要这个做下岗
诚做伊的即个册，啊帮伊生一个囝叫以实玛利。所以咱看即个即摆历史，咱就知影吼，即个以色列人甲阿伯人阿拉伯人数千年的即个冲突，就是为即点开始，为即点开始。但是有时啊，上帝爱咱的命令，就是爱立即行动。都是现在，就是即马马上行动。所以，伊目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约书亚就立刻行动，下令百姓做好准备，3日爱过约旦河。所以，顺服官兵真重要。我记咱4月3号大地震发的迄个，咱毋知有看到一个即个报道，就是迄个倒塌有一间已经倒塌的迄间店吼，遐有一间咱福音书房，福音书房伫咧内面，伫咧1楼。迄个要倒塌，咧摇，开始咧摇要倒塌，伊阁有一个啥？阁有一间迄个早餐店。早餐店的头家讲：较紧出来！所有的人拢安怎？拢较紧出来！咱知影地震的时阵，咱的反应是啥？等嘛，对不对？咧摇，哎呦，直看尔嘛吼。有诶可能会紧箍咧涂迄个刀仔骹，椅啊刀仔骹，但是大多数的人，我咧较就是，迄天我会记甲兄弟姊妹捌分享过嘛。阮兜的这算真侪杯啊。我爱扶迄个杯啊，阮无顺伊边啊，讲老公救命啊！我怎顾迄个杯啊？无顾好就算了，地震了，互伊骂甲臭头。所以咱就会当去体会着讲，迄个较紧，上帝命令落来，较紧多少，但是有拄时啊无遐尔啊简单，是毋是？所以迄个反应真重要。上帝互咱啥物款的指示，啥物款的命令，有拄时啊伊爱咱吞忍，爱咱等待；有拄时啊伊爱咱立刻行动。现在兄弟姊妹，咱即摆教会就是需要立刻行动的时刻啊，是毋是？咱想看卖，咱咧做传福音的遮个时间，会当冷去，会当花去。即摆有兄弟姊妹要信耶稣啊，咱会当。就等啊，互伊家己领受上帝甲伊三甲二帝迄款的感觉就好啊。毋是，咱爱尽咱的本分，甲因教育，是毋是？甲因三甲生活做阵，互因初信未信的遮个兄弟姊妹会当安怎勇壮起来，搁安怎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感谢上帝，咱的兄弟姊妹渐渐，咱的每一个小组团结，拢渐形成一款的共识，就是咱主宣告传福音的时间。现代民主国家其实真强调，特别咱的国家，咱看起来就是咱通知影，真强调啥人权啦，强调个人的自由啦。所以伫即款民主政治自由的气氛下面，咱伫属灵的层面嘛，不知不觉就变诚做要求个人的。有拄时啊，上帝讲话时阵，咱对写着个人的权甲自由，对上帝的话伫遐搁咧思考，选择家己有限的理性来批判上帝的恩赐，借着家己的肉体。决定讲啥物要做，啥物无爱做。但是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毋是民主式的上帝，伊的国度嘛毋是民主式的国度，咱也知影。上帝智慧甲能力超过咱有限的遮个罪人啊，你敢知？是毋是？咱若盼望家己的性命会当得到同好的祝福，以及上帝对咱的性命有同源同好的旨意，会当来成就。咱爱学习这件代志，完全顺服上帝的步调，甲伊所命定的时间表。所以当上帝对咱的心讲话的时阵，咱就爱借着一个敬虔、谦卑的态度，对咱的创造的主讲：主啊，我伫遮，请找天我；主啊，我伫遮，请找天我。顺服权柄，包括顺服上帝的权柄，甲顺服上帝伫地面上所设立的权柄，这就是咱
要诚做德性动作。第一个爱一般的顺服管理。第二个，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咱爱有远见的眼光、远见的眼光。意思就是咱爱有一寡计划。哦，有一句话来讲，大军这个开拔，粮草先行。什么意思？知影啦吼，知影。哦，咱要打胜仗，咱都爱安怎？补给真重要，后勤补给补给真重要。所以若无有大兴备办好这个粮食，军队就无法度维持真好的战力。哦，不过除了这基本上的这个战争的发展以外，约书亚还佫吩咐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当过去以色列百姓因伫个这个旷野咧漂流的时阵，咧流浪死的时阵，食的是上帝对天顶赏出来什么玛纳。所以以色列百姓因得到过约旦河进前，前几工进前，因开始无需要备办，毋是无需要备办粮食，其实因早起去食迄个玛纳，就会当过约旦河嘛，逐工安尼食就好啊。但是安怎过约旦河就开始要表示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啊，除了开始要甲对敌竞争，征战以外，上帝供因逐工的邻舍嘛会改变。所以上帝毋是袂改变的，伊是安怎？伊对咱的遮个关心关怀是要调整的。所以要进入老米甲地的所在，因迄个过程遐个所在有善真丰富。所以上帝无阁降落来玛纳落来。因上帝爱因该换食即个当地的土产，所以因面对一个甲过去40年完全无共款的处境啊！因开始有要完全无共款的经验啊！因开始爱学习一款完全新的方式过生活。今仔日弟兄们，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咱若真望会当变成做德性的人生，望咱过一个德性的生活，咱必须爱有关。这个远见的眼光，咱为着将来可能发生的代志，咱爱开始准备。所以这个时阵做精简是真重要，是不是？这个时阵做精简真重要。而且这个有咱讲前瞻性的计划，有拄时需要看管，需要创新，突破旧的方式，所以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状况。咱可2个月了后，咱就要新的一年的中一个改选。当然，牧师嘛真期待，真希望咱除了这这个过去遮有的这个中一以外，佫有佫较侪新的中一来产生，来帮助咱的教会做佫较水佫好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真好的这个策略各方面。所以咱若真望讲。咱伫个世间的年纪，伫南澳教会聚会的年纪，咱会当得到迄个属灵大的福音。咱会当看到上帝国的国度降临伫咱的国家社会，甚至就是咱的教会中间，安尼咱要安怎做有眼光、新的眼光、水的眼光会看见。迄个眼光是啥物？你看100度，这个神仙的眼光，毋是看头前尔。是看头前阮的拢有咧看，咱要安怎做一款事过？咱想看卖，咱实施即摆咱教会平均主日礼拜差不多150个组员，但是复兴来的时阵，大复兴临到的时阵，突然就主日突然慢慢讲突然好啊，渐，突然到最后有3000人要来参加聚会。安尼咱要安怎样面对即款的状况？咱聚会的场所要改到啥物所在？遮尔多新的会友要安怎甲因联络？遮尔多属灵的红婴仔要安怎样帮助因成做真成熟的门徒？即款的状况敢有可能发生？现在遐弟兄们当然有高顺节圣神降临的时阵，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捌看到即款大爆炸式的教会情景。现在遐弟兄们，如果咱望咱家己的教会会当伫个发生真重大的灾难的时阵，咱较紧来行动。比如讲，咱的社区要安怎样帮助咱的社区？
若是敢若慈济嘛尔，是毋是咱要安怎样帮助？咱是毋是有法度采取真侪无共款的行动？即使咱若望家己的教会会当真做对社会、对国家有影响咱的教会，咱伫咱的工作的顶悬要安怎样来影响？我知影咱有兄弟姊妹已经开始伫咧伊的即个工作顶悬做即个准备，帮助社会，帮助咱的国家，帮助家己本身，要安怎样成做上帝使用的铁棒。所以咱爱有即款眼见的眼光，所以麻烦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中职同工拢会当来思考，因为咱伫咧改变发生代志的进程，咱掠着即款的机会，咱就当真正做一个得胜的人生。最后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咱透过即段经文内面，咱看到的爱有团队的精神爱有团队的精神，团队的精神。约书亚特别对流便人、对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派的人发表一个讲话，因爱所有的人丁咧过约旦河甲其他支派的人并肩作战，所以这个背景就是不久进前以色列百姓伫咧这个约旦河约旦河东话咧拍败这个这个西什本王西宏及巴山王这个王。了后，即个流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人要求摩西甲约旦河东的土地，互因做产业。最后摩西有条件答应因的要求，就是因的战士必须爱甲以色列百姓，共款经过约旦河甲迦南人伫遐征战，得到因兄弟拢得到产业了后，因才会当转去到约旦河东岸甲因的母囝伫遐来会会。即个要求，但是即马摩西已经过身啊，所以即马两个半支派的人，因以前会讲话讲好，阮愿意安尼来做，但抑阁有承诺，还有算数的。所以对现实面来看，即个咱讲信守即个承诺，只有付出，无有利益的，因要帮助其他的以色列百姓要得到即个迦南地，爱出兵爱出人，而且袂无法度甲啥，无法度甲伊的某囝，伊遮的某囝要安怎些人来保护？算因的某囝，伊会约旦河东，甲因的家乡平安无代志，但是嘛爱忍受一段真长的分离的痛苦，所以这段期间无人知影，所以因伫约旦河西边伫遐来征战。可能有人会死伫咧迄个所在，所以真正所得到的土地，甲因未来的产业有关系，完全无关系。因为因产业一定分配好约旦河东的所在。安尼，咱讲的今仔圣经看到流便、迦得、流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的战士，为什么因阁愿意愿意过即个约旦河去甲遐做伙，甲迦南人伫遐来征战？为什么？因为因知影一件代志，因是以色列百姓内面的一份子，因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份子。因关心的毋若是干那伊个人，干那伊家庭支派的利益，伊搁较重要的是看重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福利。因毋若是顾家己的代志，嘛顾别人的代志。当我看到即个所在的时阵，我安静真久。我就去思考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是顾家己，还是顾教会全体？我去思考我的家庭，我甲我姑孙娘组成的即个家庭，因迄边遐的人，甲阮即边遮，像阮妈妈是毋是有时常做真好的联系交会？当我搁在思考看即段的经文的时阵，我就搁在思考，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即马咱就知影讲，有侪无共款的意见伫咱的国家社会，咱是毋是愿意
当有一天真正爱战争的时阵，愿意大家拢摕扫帚起来，愿意来保护咱生活的这个岛屿。我想真多，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时，我哪想，我目屎就哪滴落来，因为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要帮咱家己国家的人，虽讲土地已经分配好啊，因会当讲毋免啊，我家己顾守一家就好啊。这是咱世上即马常常拄着的代志。我顾家安尼就好啊。上帝国的观念，毋若是干那咱顾好人口中落教会就好啊。有真侪咱讲国度的观念，咱来渐来有看见，好无？还有看见。所以有拄时啊，咱的处境可能亲像迄两个半时派人共款，咱家己感觉家己拢得到的拢满足啊。咱的教会嘛拢满足啊，好啊。咱厝内面的人嘛拢信主啊，夫妇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嘛无啥物款的问题，工作嘛真顺利啊。但是上帝吩咐咱的，毋若爱干那顾咱家己的事，嘛爱顾着别人的代志的事。所以咱爱看见的是，咱所属的教会内面有真侪人，无得他丈夫还未信主，太太还未信主。囝儿4岁拢还未信主，爸母还未信主。咱要了解其他兄弟姊妹，望家己的厝内面的人会当信主的迄个心。咱咧做幸福小组以外，咱看到咱对咱家己本身，是毋是咱爱有一款的动力，遮个人共款来传福音。所以咱会当看到真侪的面相，兄弟姊妹教会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或者较有人还未信主，这就是咱的家庭的人还未信主。咱做阵来并肩作战，采取行动，将这个迷信，家己教会本身内面，甚至就是外口，真侪的灵魂会得救，咱放入祈祷，付出行动。当进入上帝永远活的国度中，所以咱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望咱拢会当做伙伫宣教的过程中间，嘛会当因为一段的经战，带互咱兄弟姊妹一寡勉励，成做一个完全得胜的人生。求主搁一遍启示咱，帮助咱兄弟姊妹。来经过咱的教会，伫即段要传福音宣教人哪来哪加添的过程中间，经过真个大的思想的改变转变，咱有国度观的即款的观念，求主来保守，帮助咱的教会更加进步。请三甲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要诚做得胜人生进程。阮爱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阮爱讲主啊，阮伫遮，请差遣阮，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学习安怎样顺服主的原理，安怎样学习阮有搁较关键的遮个眼光，若是敢若属灵的眼光，伫个信仰生活的眼光。阮爱搁较知影要安怎样诚做团体内面的一份子，做伙来做团队宣教的行动。感谢恁的上帝，你赏赐阮有丰丰富富的资源，阮毋若是要敢若运用伫阮教会家己本身内面安尼，阮爱搁较恳求天的上帝帮助阮，爱有一款属灵国度观的看见，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真实宣扬上帝国的福音，直到天主的日。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下面领信息279首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279首，我现在的录音啊，就在请咱起立来听传授。Jesus.
咱若不忙咱将即款的消息带去咱的社区，毋是干那限咱家己教会的主题尔咱若不忙讲较济外口的囡仔来参与嘛诚做另外一款无共款的传统音乐方式。关怀改造咱教会咱敬奉兄弟5月14号顶礼拜安息主怀，一直加上2月15号拜六下晡2点，伫咱教会举行告别式，方便庄家来办理各项的代志，所以有要参加兄弟姊妹，咱公布来记得登记。第二项，咱容许林妈妈蔡小姐伊有得到一个外孙一个孙查某孙伫5月31号前2天出世咱替伊来欢喜，主来祝福伊。第3点、第4点就是咱教会有长期你拍片休养，不管是伫厝的，还是伫住里的兄弟姊妹，我望咱大家毋是逐摆看就看过就算，看过就算是真正着囥在咱的祈祷中间来为伊祈祷。搁第5点就是咱教会1楼甲3楼礼拜同要精修的代志。有人咧讲，安尼就好咱若则搁较济位呢，若有够济想要安尼总之会想就是5年、10年以后的代志。咱教会听讲，若连有山所在你想会到的、想袂到的教派拢去大学校50几间，所以咱长老教会就来咱尔。所以咱有要想到5年、10年，若口会发展，也是跟咱讲，安尼就好咱大家熟悉安尼就好。有迄个讲无关所以中正会、小会有要做这时阵，一直甲大家解说。咱即摆看是即摆一定有够，咱会无够，对无？咱是看以后的整个的林口的长远的计划。别人教会拢进来啦，靠去写咱长老教会就要爬起来，要徛起来那方向的报告，请咱大家来看。特别要讲就是若是有要志愿伫咱教会修整的即个时间的方向，叫做建筑基金。咱即马大家做修缮基金。啥物叫做建筑呢？就是讲变我紧，咱即马维持现状，拢莫变动。我的方向有一天咱教会要拆掉停起的，迄叫做建筑基金，无共款。咱毋是讲，咱即马甲所有的钱拢放在建筑基金修整咱建筑基金嘛是爱对症嘛，所以看咱家己的感动。若是要讲1楼甲3楼的修建有即个感动，请你奉献建筑建筑基金就是修缮基金教会重建要拆掉停起的另外一个基金。我讲足一个遍我嘛是搁去提醒。我人讲有我有感恩奉献我有月经奉献我有主日礼拜奉献，但是迄拢是平常日。迄边现的一角拢袂去甲咱的建筑基金建筑，因为是分开的，是无共款的希望咱大家从即个内底，差无所有代志做。咱拄则规矩顶都已经有解说这真重要请兄弟姊妹搁甲来看来底。来，今仔日有一位礼拜来甲咱中间的一个老师啦蔡玉轩老师，来，请咱今日谢大家音和进信会的聚会音和进信会聚会搁一遍拍鼓啊，来甲欢迎常常来再来就是我需补充一个就是咱即个敬雄兄弟即个个别式是后礼拜，拄则有兄弟姊妹走来甲我讲，是毋是即礼拜六？我毋是，是后礼拜，后礼拜六下晡2点，咱若有要参加兄弟姊妹，就是嘛是爱登记一下，即个双工较好来准备，较好来准备遮个即个双装的事宜咱继续为即个家庭祈祷特别伊的太太甲伊的查某囝即马嘛感谢上帝咱有真好的姊妹即几工嘛拢陪伴伊嘛带因兜陪伴伊安尼所以感谢主咱就看到遮个需要主动无需要去甲伊陪伴所以咱继续为即个家庭来祈祷
倒来就是恭喜蔡阿姐做阿嬷做阿嬷感谢主。那么拍鼓啊甲恭喜一下好，安尼即马其他的报告咱拢写得真详细请咱都详细来看。好，以上报告。咱来看今仔日的进步，记载伫约书亚第2章第4节。咱来看两遍遍来，万前一切南汉西，他也被安尼天下里，独独原了花叶上的地。亲像以前甲摩西搁一遍来，万前一切事怎样应靠摩西，他也要安尼应靠你，独独原了花叶上的地，亲像以前甲摩西。咱即马来研金刷要遍上年510首，金丝刷要请无数足够，请记哩。